生命的主，天顶掌权万美的爸啊！伫你的话语的面前，阮实在时常感受着家己欠缺智慧，就亲像伫你创造天地的中间，阮也时常感受着家己无有明白你真济作为。毋过，亲爱的主，恳求你，当阮向你呼求的时，求你赏赐阮有敬畏你的智慧，通听候你、顺服你。对安尼，你会当更新阮的性命，互阮成做你会当采用、使用的人。感谢你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受差遣的约瑟。是安怎会用即个题目呢？因为其实咱若是对约瑟伊的故事有了解，其实伊的一生是受到真侪迫害，阁有陷害，所以是安怎伊会对一位叫做应该是受迫害的约瑟，结果真做一位是咱会讲受差遣的约瑟，就亲像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伊一直讲是。毋是恁甲我买来遮，是上帝差遣我来到遮要来救恁。是伊是安怎对一个受迫害的角色，到今仔日真做一个受差遣的角色。所以这是咱今仔日想要做伙来了解的一个主题。咱今日所看的经文是创世纪45章，这个段落是约瑟，伊现在已经是埃及的宰相，伊和伊的兄弟伫饥荒的过程中来杀人。但若是对约瑟故事有了解，就会知影中伊遮的兄弟其实对伊的性命造成真侪真歹的影响。是一个家己杀家己欺骗，甲爸爸欺骗啊。互约瑟伫到伫离开厝无法度伫厝差不多10几年、20年的这个伊的兄弟，所以一开始我犹原是和各位先复习约瑟伊的生命的故事。但先咱知影，伫伊的厝的内面，伊细汉的时，因为伊的爸爸雅各伤疼约瑟。所以约瑟伊细汉的时，就互伊的11个哥哥，10个哥哥踮遐真怨妒。所以经文就有记载讲，伊的哥哥其实无法度好好和约瑟讲话。所以当约瑟伊17岁的时，伊的哥哥就决定想要甲伊杀死。毋过过来，因就无甲伊杀，煞甲伊卖互外族的人，安尼，伊这个家庭真正是真无好的一个家庭啦。遮个哥哥等伊，就骗爸爸讲这个囝死啊，骗伊的爸爸安尼10几年，伊的爸爸就安尼互伊的10个囝骗10几年呢。咱敢会当想象？好，线接这个约瑟，伊互人卖去到埃及。一位侍卫长波提法的厝做奴才来侍奉。迄个时代的奴才就是讲，你若是要听主人的话，迄个主人就会当甲你当做精神共款，要杀要赶，拢随在主人。所以，迄是一个真无好、真惊吓的一个环境。毋过经文嘛讲，耶和华甲伊同在。所以，伊踮遐愈服侍，煞愈互伊的迄个主人来信任，伊就高升，成做即个厝内面的一个主管。毋过，当这个时阵，加上搁较伊的性命搁较到一个较好的程度的时，伊搁互即个主管的太太来陷害入去地教就爱入去家雅，所以伊的性命对遮搁一摆。跋倒，拢毋是伊的毋对，拢是别人来甲伊陷害。所以第三，伊就入去家雅啊。伫家雅内面，小讲圣经嘛，甲咱讲耶和华伊施恩，
耶和华嘛甲约瑟同在，所以伊伫监仔内面，虽然迄个环境无介好，毋过伊却受到遐个官员来信任。毋干那安尼，伊阁有一个机会会当来侍奉着对皇宫内面来的两位的官员，来替因来解梦。毋过遮个人处理了后，煞袂记讲约瑟捌甲因斗相共，安尼甲因侍奉。所以约瑟安尼甲人侍奉，毋过却互遮个官员来袂记。煞尾终于就是到时间到的时，法老有真歹了解的面貌出现。即个时阵，约瑟则阁有机会来为着即个法老来表现伊的温素。所以即个法老则对遮来了解讲，即个约瑟有即个才能，有即个智慧，所以伊则嘛看出有上帝圣神伫即个人的内面，所以才有法度来成做一个治理全埃及的一个人。毋过，当伊得到遮个悬的位的时，煞接就入去到有食物无通食的时期。迄个时阵有真大的挑战就来啊！过去甲伊卖互外国人的哥哥，即马因为厝内面无有米粮通食，要来找伊来买米粮，所以伊面对原本要甲伊害、要甲伊杀的遮个兄弟，到煞尾就是咱今仔日在读的这个经文，伊会当讲出和解、原谅的话，就亲像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所看的，这是真无容易的代志。我毋知影咱大概是安怎看待即件代志。咱可能读圣经的时候，感觉讲约瑟这个品格真正是无容易嘛，互人真欣赏。可能嘛会想要彼此鼓励，也是学习，讲约瑟伫苦难中安怎对上帝有顺服。毋过当我即礼拜伫备办今仔日的即个经文时，我其实心内是出现一个真大的一个疑问，就是讲。约瑟伊到底哪会有即款的气力来去抵抗伊所拄着的遮个真险恶、真大的苦难？因为是安怎咧？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今仔日的经文伫第7节到第8节，约瑟对遮个想要甲伊杀的哥哥安尼讲：上帝找我。大生恁来，为着要留恁留村的种族伫世上，搁要行伊大的拯救，保全你的活命。第8节伊安尼讲，安尼看起来，找我到遮的毋是恁，就是上帝。就为着要救赎伊的全家。所以我就要问讲，是啥物款的原因？约瑟有法度有一款的眼光，也是讲智慧，会当看出上帝伫伊长时间所忍耐的遮个险恶、遮个苦难、遮个背叛，在中间有遮个好的意思。是安怎约瑟无伫遮个苦难中间就离开上帝？咱拢知影。伫这个世界顶面，也是可能伫咱的身躯边顶面，身躯边都有真侪朋友。可能当伊拄着遮尔大的苦难，也是互人创治，也是真歹的代志的时，可能咱家己，也是讲咱的朋友，就会开始感觉讲，若是有上帝，哪会互人安尼啦？若是有上帝，是安怎上帝就爱互人受苦到安尼啦？我读约瑟的故事的时，嘛会感觉讲，上帝哪会互一个17岁的查甫囡仔，对少年时就受遐尼济苦？虽然讲约瑟伊少年时可能伊的
伊嘛有真无成熟的所在。毋过为着安尼，得爱互人骂、互人抬，安尼敢有公义？安尼敢有公平？毋干那安尼尔定，约瑟伫伊早期，伊若是愈顺探上帝心意来分享伊的民望，还是来解梦，来发挥伊的文书，所带的结果却是互别人来袂记，还是互伊的哥哥来甲伊怨妒，来甲伊骂。所以伊的文书线真做，互伊绊倒的一个原因。伊对安尼，哪有法度搁来挖靠即款的上帝，搁了掉即款的信用？所以，什么原因？伫约瑟伊充满不公义的性命的中间，伊无真做一个绝望、受气，嘛小讲用邪恶来伤害对待别人的人。反倒等伊有一款真奇妙的气力，会当来学了上帝，并且互伊的对敌对因施了恩惠。所以，我想阮的生活的周围一定拢有熟悉一寡的朋友，就是因为生命中有真恶地了解的苦难。所以，就无法度倚靠上帝。这个人可能就是基督徒，甚至是咱家己生命中嘛已经就拄着咱无法度会当承担的痛苦，互阮甲上帝有距离，互阮无法度对上帝有遐尼深的倚靠。甚至若是有人对生活中拄着不公义还是伤害，就离开教会，就是因为经历着这个痛苦伤深伤痛。啊，若是对基督徒是安尼，对无信基督的人，就搁毋免讲啊。因为因的生命中的苦难，若是真深，就亲像讲有对细汉家庭的离婚的，也是有意外啊无有爸爸妈妈的。若是有人问基督徒讲，我明白是安怎上帝若是仁慈的。伊哪会互人一生来承受即款的苦痛？当这个人对生命的痛苦来提出即款的疑问的时，佮看到约瑟的故事，我刚才想要问讲，经历着真济邪恶的约瑟，真正无容易有即款上帝保护伊的信用的即款的信心，这是真奇妙的代志，真奇怪的代志。到底是甚物原因？伫真歹的环境中，约瑟选择来相信上帝，选择伊要坚持良善，选择来付出来侍奉，选择伊要原谅。明明伊所拄着拢是无公平的代志，伊的气力对倒来。所以当我咧备办这个问题的时，我就读到一本册，是一个心理医师的分享。这个医师叫做史考特派克，伊伫伊的册内面就安尼表达，伊嘛表达过伊的差不多的一个疑问，就是伊讲是安怎伫相共的条件的发展下面，有的人会自杀，有的人却无有自杀。就是讲，伊的病人，有的人的生长的条件拢相共歹，啊，有的人就要自杀，啊，有的人煞无。啊，有的患者伊生长伫真歹、真无好的环境的中间，毋过却会当有真强的活命的气力来帮助伊，来行过这生命中真济困难。毋过嘛有一寡伊的病人，敢若有其实看起来有真济社会的支持，阁有资源，阁有真济听伫伊的身躯边，毋过却久无法度对伊的精神的状况来得到好起。所以，这个精神，这个心理的医生，伊就感觉真奇怪，到底
人是安怎会安尼？无好诶人看起来无好诶人煞会当真健康，看起来应该健康诶人煞无法度健康，所以到后尾伊看遮诶病人看愈久，伊诶结论是，伊诶患者会当对遮诶心理诶无健康诶中间来得到医好，其实是一种心业事诶稳定，是落伫因诶中间。所以伊诚做一个心理诶医师，伊会当照伊诶专业来判断讲，这个人会有即款诶心理诶病，可能是伊细汉诶时安怎啊，伊对一个所在就是无法度行过。毋过，伊会当知影遮个原因，也是遮个故事。毋过，啥物时阵，这个人才会当行出来，才会当好起来。伊愈来愈感觉，这毋是伫伊个手内面会当来了解的代志，会当来掌控的代志。反倒当遮病人的医好，需要来挖靠真济咱无法度想到的机会，就亲像讲，歹势，就亲像讲，伊捌讲一个咧，就是讲，有一个病人治疗真久啊，嘛是讲话就是安尼，就直抱怨。毋过有一天，伊煞甲即个医生分享讲，伊梦到一个梦，即个梦安怎，医生听即个梦，煞感觉讲，这个人平常拢真理性，敢若会晓讲，就是分析是啥物款的，今仔日煞甲我分享一个梦，就喊伊来讨论这个眠梦，这个眠梦煞着大帮赞这个病人的病情，所以这个梦也毋是人会当控制啊，咱嘛毋知影是安怎，这个梦竟然对这个患者的心灵有遐尔大的帮助，这种毋是医生会当控制的，也是讲有另外一个患者，伊对一个所在就是卡条会无法度过，毋过伫路顶或是拄好拄着什物款的人，讲啥物话，伊来到迄个医生的面前的时，就讲这个代志煞好起来就是拄着一寡真重要的人，也是真重要的事，对伊的意义来讲真大，伊的病煞就安尼好起来。所以伊就会发现讲，伊安尼时常在治疗的过程中，伊就发现遮个真看起来真美细、真平凡，真有时咱平常袂来注意的遮个机会，遮个忽然出现的机会，其实竟然则是帮助遮个病人安尼好起来的一个原因。即款咧伫伊的做医生的生涯中间，这个咧是真济，所以伊就开始想讲，这个天顶地面，真正改成有一个咱无法度了解的规律，来帮助遮个受苦的性命，所以这个心理的医师就讲，这个心理的医师伊原本毋是基督徒，毋过伊讲伊慢慢看遮个患者，伊慢慢有即款的体会，佮有即款的眼光了后，伊想讲，我即马着爱换一种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代志。虽然有痛苦，毋过嘛有真济真奇怪、真亲像新业共款的即款的世事稳定，拢在限遮个病人伫地。所以伊安尼开始照安尼看法在生活了后，伊煞渐渐想起讲，伊细汉时嘛有真济体会到即款稳定的经验，毋过咱平常时拢袂甲遮个细细代志来记起来，就亲像讲，伊就想起讲，伊9岁的时，还是10岁的时，伊捌对校校放学的时跋倒厝倒伫迄个大马路的中间，煞互迄个要来的车，就差一点就要甲伊对伊的头安尼驶过去，毋过好佳在迄个车就动伫遐，伊的整个的身躯拢一定伫迄个车的内面，车的下面毋过煞无受伤，伊的头就伫迄轮胎的边安尼。
啊，伊的囡仔嘛，着徛起啊，家己爬爬的，啊，着安尼走去啊，嘿，所以即件代志是伊做医生真侪年了啊，才拄仔想起来讲，其实这真正改成有一个上帝手伫甲人保护。啊，我看到这个是，我嘛想起讲，其实即款的我家己嘛有体会到，嘛有体会过。就是我高中的时候，我迄时阵中昼着无爱照好好的时间歇到，我着和一寡同学走去好好的电楼啊，踮遐跳，踮遐耍。啊，耍了后，踮遐跳的是差一点仔，着要对迄个电楼安尼跳落来啊。啊，好佳在就是讲，我迄个重心毋知安怎，就是有稳。吼，啊，着安尼，啊，着无跳落去。嘿，啊，我的同学拢惊一跳，啊，毋过我着是平安着对啊，就是踮遐行来行去，跳来跳去，着差一点嘛。吼，所以我看到即个医生伊慢慢在讲这的见证，也是个事，我才想着讲，其实我生命内面嘛捌有即款的经验。啊，即款的经验，若是我相信吼，若是真细日来回想，一定阁有真济亲像安尼的经验。吼，就亲像讲落落去水内面啊，却无互水淹死，还是即款我嘛有经历过。所以当安尼慢慢受的时，其实会发现中，毋干若即个医生伊的患者有经历着真奥妙的稳定的保护，其实咱家己的生活每一日嘛有一寡真奥妙的稳定的保护伫来咱固守，就亲像咱嘛定定会看到新闻顶面会有迄个车祸，啊车祸了后，迄人煞安尼活跳跳啊，也无受伤啊，就走啊，就亲像即款的影片嘛是真济嘛，啊咱就无法度了解讲，哎哟啊遐尔危险啊，好佳在这个人无代志，啊即款的影片讲有真济啊真少，我印象是我定定看到啊，就是讲感觉真特别，啊，着真侪人会传来传去，吼。所以，若是讲人要甲生活中的无公平、的苦难，拢讲上帝，你是安怎爱对人安尼？安尼，咱嘛爱将公平的，甲生活中才会受到真奥妙的保护，这个代志嘛归乎上帝。若是无公平的代志，拢怪上帝。毋过好的代志，就敢真简单想讲啊，运气足好的，啊，就无想济。啊，安尼就是敢若证明讲，可能咱人的思想有时是有偏见的。吼，咱就是想起来，就是爱找一个上帝来骂，还是安怎的？吼啊，若是好运煞袂想遐济，袂想讲啊。这个上帝嘛会甲人保护到安尼，会当活到即马。所以，有时真恶地了解的苦难，人可能会对上帝、对命运来生气。毋过，安尼讲就是，就亲像遮个真济细细生业，亲像生业安尼的保护，咱是毋是嘛爱归荣耀互上帝？所以，当对安尼的角度，咱倒来看今仔日约瑟的故事的时，我想真济代志，咱可能会搁较清楚。就是其实，咱若是对37章看到今仔日的圣经，就是35章，就会看见讲，伫约瑟的故事的内面，经文其实一直用文字咧甲咱提醒讲，伫每一个伫每一个真苦难、真歹的环境的中间，上帝拢和约瑟同在。尤其是对39章到41章的中间，经文内面大量讲到约瑟的故事，毋是在讲约瑟伊偌拍拼、伊偌敖、伊偌巧，反倒转吼，伊是讲约瑟伊受到真济对上帝来的机会，来甲伊保护，就亲像讲，上帝想赐民帮互撒人，啊，就会互约瑟有机会来服侍，也是讲上帝互约瑟
有机会来拄着一个官员，也是讲有智慧来甲一个代志来做好，吼嘛帮咱遮个官员伫对个时间，佮想起来讲有一个约瑟佮伫家家内面，这时阵来甲伊叫，吼。所以咱会当看去对整个约瑟的故事，伊家己嘛无将遮个好运也是歹运的源头来归互伊家己，伊敢若是尽伊即个人的责任尔件。所以若是有人民望要请伊来解说，咱对圣经中嘛无看去讲约瑟，伊讲我即摆去解梦，敢是上帝要甲我害？也是讲上帝要甲我帮赞，伊拢无想这，伊就是讲民望拢是出伫上帝，伊就去解说。所以我相信今仔日伫经文第45章，约瑟会当对伊的哥哥讲出即款真特别的信仰的体会，伊的心内一定是有真济的无爽快。毋过，咱嘛看起伊选择来接受，伊选择接受上帝甲即群已经甲10几年前无共的伊的兄弟带到伊的面前。咱若是读45章以前的故事，就看起讲，约瑟伫和伊的哥哥踮遐互动斗阵的时，伊是有真济真奇怪的反应。就是讲，有时甲喊因食饭，有时佫甲因骗，有时甲伊关起来，有时佫喊因安怎。所以我会感受到约瑟伊的心是真辛苦，踮遐嘛毋知这是好还是歹。伊嘛无法度完全来甲因判刑。因离开埃及，约瑟嘛无找人去甲因掠，还是啥物的。毋过到今仔日经文的线尾，当上帝互因的哥哥一摆一摆伫伊的面前求讲，求约瑟来甲因放过的时，咱会当看去约瑟伊的无法度面对诚实，无法度诚实来面对伊的哥哥的即款的行为，伊就停止。伊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，伊就放声大哭。我咧看的时，我其实毋知影是安怎约瑟着爱安尼哭。是因为伊伤辛苦，所以才来哭，还是讲伊是接受在伊的哥哥的转变，为着伊带来的头棒？所以今仔日约瑟的经文对咱的邀请是：若是咱中间有当地受苦难，伫家己的痛苦内面无法度来了解上帝恩典的人。伫家己的辛苦内面无法度来倚靠上帝的人，接着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嘛求圣神来赏赐互阮，会当看起恩典的即款的眼界。因为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当了解上帝的恩典伫世界中真济邪恶的代志顶面，犹原是伫保护真济人的性命。咱无法度完全来了解遮个真奇奇怪怪的恩典，就亲像咱嘛无法度了解真济咱看起来是无有意义的苦难。咱会当做的，敢若是谦卑伫创造咱的天父阿爸的面前，求伊照伊的时间。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了解一切的意义，所以求圣神帮助咱遮的每一个人，诚做一位会当接受遮个美好的恩典的人，愿意承认讲上帝伫真济苦难、佮有邪恶的中间，又愿用伊的大气力，伫保护伊的世界，伫和伊的囝儿同行，无有起色。对安尼，咱三个来祈祷。生命的主，因为苦难佮有死亡，带予阮的痛苦，有时阮无法度搁较完全来看
看到你所施了互阮的恩惠。阮中间可能有真侪兄弟姊妹，是伫家己无法度了解的痛苦的中间真辛苦的，恳求主，就亲像你保护约瑟共款，互阮嘛会当看起阮无法度了解的迄款的，就亲像神也共款的细细的保护，就伫阮的生活的中间，原谅阮有时因为痛苦、罪恶，无法度来了解你的恩惠，嘛医治阮，求你用耶稣基督的保护来赦免阮有偏见的罪，嘛用耶稣基督佮我的大能，互阮的目睭会当看去，会当明白救赎的盼望。当阮因为每一日的苦难来你埋怨，还是啼哭的时，求主你互阮知影，你嘛邀请阮，因为每一日的活命，每一日你想事的生命的恩惠，来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愿你成做阮苦难中的喜乐，愿你成做阮喜乐中久久长长的盼望。感谢你，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